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初9，箴言20章6節到7節安尼講，講家己忠誠的人真濟，毋過忠實的人要去倒位找？照正直行的義人，伊會行行順順，真有福氣。三角來祈禱，愛願無喙講忠誠，乃是真實照正直來行的天父。願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信實無改變的上帝，你的主愛永無煞，你的應允永無落空。主啊！世間人會改變，人的話袂通靠，總是你要用永遠的誠實甲公義款待阮。主啊，願感謝你無比的穩定甲疼痛，因為你無照阮的罪過款待阮，也無照阮的罪惡報應阮。主啊，求你監察阮的心，互阮無用言語講家己是良善，也無佇人的面前誇口家己的愛心。求你互阮用忠信的生命來活出阮對你的敬畏。主啊，求你互阮成做誠實、可靠、守約、正直的人，互阮佇人無看見的所在，選擇幽怨來行你所歡喜的事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